卫福部伫去年12月预告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的修正草案，规定新设立的诊所拢爱有无障碍设施，方便视大身心障碍者等等的族群。身心障碍团体16召开记者会，表达对修正案的认同。不过，一寡空间较下诊所敢有法度做较到呢，却是真有争议。 卫福部去年12月预告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的修正草案，要求新的诊所伫挂号柜台、通道甲出入口、便所等等空间，要有无障碍设计。以楼地板面积300平方公尺甲1000平方公尺做标准分3级，要求一定的空间大小、无障碍出铺、唱花等等安排。16身心障碍团体召开记者会，表达对修正案的认同。卫福部在设定这个医疗公共政策的时候，已经说了。 很清楚，就是分流的医疗。我们这些行动不方便的坐轮椅的朋友，结果他连一个诊所进去看病也不过5到10分钟就可以结束的，结果呢，就要被逼迫到大医院去看。根据统计，目前台湾的诊所有93%左右楼地板面积无300平方公尺。目前的修正草案，干那针对新起的诊所做规范，针对原本就有较细间的诊所，敢有法度做相关改善。拨一些预算，然后给我们的那个诊所哈，让他可以做一些小部分的改善。先买一个斜坡板，跨上去，那个我们就可以进去了。 啊，这就这么简单，不是强制性的。虽然新的修正案无牵涉到旧诊所，不过根据医界人士表示，也是有业内人士对法案有疑虑，尤其是针对新起但是空间较下的诊所、偏向诊所等等，认为春秋空间无够。卫福部嘛已经发函表示，会伫预告期间结束以后，再邀请相关团体开会讨论。记者郭不根、张水台北报道。